睇期匯決算，今日嘉賓咧就請嚟 ATFX 亞太區首席分析師林永天 Martin 同我哋傾下。Hello Martin。Hello 你好。咁我哋先傾傾咧就係啲貴金屬啦，因為就全線衝翻落嚟嘅，銀價高位啦，大約84美元啦，而家咧都大約去到76嘅水平啊。白金高位大約2470，而家落翻咧2310幾啦。而巴金高位大約2000美元嘅，而家都落翻咧1700嘅水平啦。銀同埋巴金價高位回咧，甚至都有1成啦，甚至更多嘅。先問問 Martin 啦，你覺得貴金屬嚟講，其實年底個升浪係咪都完呢？嗱，見內地廣州期貨交易所啦，或者係上海期貨交易所啦，其實都分別有啲期銀啊、巴啊，甚至係即係白金嘅合約係跌停喎，係咪都反映有啲升過龍啊，有啲燶味嘅感覺咧？應該咁講嘅就係話市場而家對於環球嘅政治啦、地緣政治啦，以及就係話嚟緊2026年嘅經濟市場嘅導向咧，都係比較審慎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會見到年尾啦，特別喺聖誕之前啦，所有貴金屬都上升。咁當然貴金屬方面就係講緊金啊銀，可能有啲叫做投機，以及咧就係一啲對沖功能啦。咁但係工業嘅貴金屬都上升嘅話咧，咁其實個市場都一路講緊就係話嗰個市場供應嘅問題，同埋預計咧出年咧一啲經濟嘅政策會刺激咧，可能會帶動工業嘅上升，以及就係話一啲即係人工智能啊、芯片啊，以至咧就係啲電動車嘅需求咧，都係仍然會持續上升嘅。因為我哋都睇翻咧2025年又好，或者2024年對於呢啲工業用嘅金屬都係不斷喺度增加緊嘅。因為主要嚟講，而家主要都係科技嘅行業作為一個領先啦，咁所以預計可能喺出年亦都係根據嗰個經濟嘅狀況，以及就係即係一啲行業嘅狀況咧，對呢啲工業用嘅需求都會上升嘅。咁所以我而家有幾個節奏啦。第一就係話年尾啦，基本上剩翻2至3日嘅交易日啦。咁市場亦都可能完結佢哋即係去做翻一啲連結啊。咁所以喺價位上邊咧都開始出現一啲獲利回吐嘅調整。咁加上咧，我諗喺 ETF 嗰個近呢2年嘅帶動啦，同埋已經有一定嘅升幅啦。咁大家都會鎖定咗一啲回報。咁所以喺日內啊，或者可能喺今個星期至到最尾嘅交易時段裏邊咧，都有機會有一個調整嘅。你話調整幾多咧？真係要睇下市場佢哋嘅獲利嘅情況，以及個市場對於2026年嗰個市場嘅需求啊，以及行業嘅帶動嘅估計係幾多？咁當然啦，如果整體成個升幅嚟計咧，去到而家嘅狀況咧，我相信要跌3成會比較合理啲嘅，即係以一個調整。咁但係亦都唔使擔心，因為始終佢今年升咗咁多嚇，而家1成嘅話咧，可能係作為第一日。咁如果你話2成、3成咁樣，可能係結束呢個年尾嘅時間咧，亦都有可能。咁但係當然啦，價位上邊我哋亦都好難去判斷，同埋咗係嗰個回吐幅度係幾多咧，暫時都好難判斷嘅。咁但係我哋亦都咁講啦，展望2026年咧，先至係一個重點。咁頭先都提及到啦，因為行業啊、經濟需求啊，以及咧就係話一啲振興經濟嘅計劃咧，對於呢啲工業用嘅金屬咧係需求咧係仍然會有個熾熱，加上佢哋而家講緊嘅就係供應方面嘅問題嘅緊張啦。咁所以我相信嗰個工業用嘅貴金屬呢個價格咧仍然可以上翻嘅。咁但係你話喺避險情緒方面嘅貴金屬，譬如黃金以至白銀嘅話咧，咁呢個就要睇下咧喺近期裏邊所談及嘅就係話一啲和談啦，係啦，基本上美國嗰方面咧就成日唱好就話已經傾好咗，咁但係亦都見到咧俄羅斯方面咧亦都係有炮轟喺呢個烏克蘭，咁所以其實係咪真真正正停火咧，其實都係取決於落實咗之後係咪真係仲有炮彈嘅聲音。咁另外就係話講緊北韓方面啦，亦都係有啲宣言啦，就係話要有核導彈啊試射啊，甚至乎係繼續研發啊等等啦。咁其實都係令到個市場不安嘅。咁如果你話喺而家喺呢個地緣政治方面嚟講咧，都係仍然可以令到一啲避險嘅貴金屬咧，都係有個企穩跡象。而另一方面就係話2026年，我哋要睇下就係話究竟全球嘅央行，特別美國嗰個減息步伐會唔會加快？咁基本上我哋知道聯儲局亦都講咗佢會係放慢個減息步伐。咁但係隨住經濟啊以及高企持久嘅一個利率政策嘅話咧，其實對於美國經濟係咪有受損咧？我哋見到美國嘅就業市場啊、一啲採購經理指數啊、整體成個經濟係喺度放慢緊嘅。咁如果可能出年去到1、2月，市場可能睇完嗰個連結報告之後，亦都係預測唔到嚟緊個經濟特別向好嘅話咧，有機會可能個貨幣政策會加速咗嗰個減息步伐。咁呢個亦都係有機會咧，就係助養翻咧嗰個貴金屬黃金啊，以及白銀咧作為一個避險需求同埋一啲套戥嘅一啲工具啦咁樣。咁所以我諗而家調整嘅話咧，假設黃金去到4400、4300呢啲位置，咁初步作為一個持穩位置啦。咁如果隔
較為合理嘅位置啦。我諗4200至到4000咧係黃金回調之後一個比較強勁嘅支持位。咁如果可以企穩，然之後亦都配合頭先所講嘅一啲因素嘅話咧，咁金價亦都會繼續再上嘅。咁如果頭先輕輕都講過下個銀價啦，其實都有唔少大行都幾睇好啊，出年都仲有得升，甚至有啲行睇到話$100喎。咁你又點睇咧？呢個價位？我就覺得如果你純粹追翻黃金嘅升幅嚟計咧，嗰個銀價去到而家80幾蚊至到可能100蚊呢啲位置咧，可能合理正常嘅。咁但係始終嚟講咧，白銀係雖然係同黃金有個同步嘅作用，咁但係佢以工業用途比較多少少，避險需求未必會咁大。我諗如果嗰個黃金調整翻一個比較合理嘅價位之後咧，我諗白銀嘅持倉咧可能會調整翻過去咧，係黃金作為一個主要避險，因為始終黃金先係央行佢哋作為一個儲備同埋避險啊各方面嘅一啲主要因素。白銀咧嗰個需求咧都係傾向咧就係作為工業用途。咁所以我諗白銀而家去到呢啲咁嘅水平咧，要回調嘅機會同埋嗰個理由咧亦都比較大少少。咁我就保守少少啦，未必睇到100蚊。我諗而家見到80幾蚊，可能挨近90蚊嘅話咧，已經覺得係差唔多㗎啦。咁另外都可以留意住就係個把金啦，見到其實佢高位方面都回得仲急過白銀嘅，其實個基本因素嚟講都更加弱啦。你係咪咁睇？係啊，我都覺得係嘅，因為始終而家講緊工業用係有一個期望，同埋另一個叫做供應方面嘅緊張。咁但係如果喺生產角度嚟講啦，如果見到嗰個價格已經上升咗咁多咧，佢哋亦都會係提供嗰個生產量，令到個供應咧回復翻正常。咁呢個亦都係不利於喺譬如鈀金啊呢啲方面嘅工業用金屬咧係繼續有向上嘅發展嘅。咁第二方面咧就係話市場始終都係關注就係經濟嘅問題。如果經濟有避險，就去咗黃金。如果經濟有問題嘅，對於工業用嘅金屬，亦都可能會減弱嗰個需求。咁所以變相嚟講，我對工業用嘅金屬嚟講咧，目前咧都係處於一個叫做需要調整嘅階段啦。不過見到鈀金其實近期個變動都相當之大啦。嗱，見到圖都見到啦，三大支陰陽燭咁樣啦，波幅都相當之大，輕輕掂過2000，而家又落翻1600左右嘅。金價頭先都傾過下啦，主要都係留意翻個地緣政局嘅情況啦。咁如果同你傾翻即係貨幣方面啦，嗱，年底都見強勢，仲有部分亞洲貨幣嘅。今個月暫時嚟講，南韓元咧升超過2%，另外人民幣離岸價曾經升穿7算啦，升穿呢個重要嘅心理關口之後咧，咁又冇再向上啦。其實見翻官媒啊，包括係上海證券報啦，同埋中國證券報都有啲文章話，人民幣單邊走勢其實唔可以持續嘅。嗱，官媒出到口係咪都反映7算呢個關口，其實官方都唔係好願意見到咧？年底個資金又緊啲啦，好快又農曆新年啦，人仔方面又會唔會難啲回落？又會唔會預期當局真係會出手干預咧？嗱，而家嚟講咧，就係話個人仔都上到去到7算啦。咁其實如果你話作為一個官方定價嚟講咧，係屬於偏強，同埋嗰個速度咧亦都比較快。只單一個月已經升由7.1啊、7.1幾啊，升到而家7咧，係比較升幅比較大。咁所以亦都會注視住，甚至乎希望咧就係話比較溫和上升啦。咁但係你話7算屬唔屬於一個即係官方定價或者係中央係一個敏感嘅位置咧？我覺得就唔係嘅，始終就係話喺而家嗰個市場上邊啦，第一啦就係話而家我哋講緊 AI 爆發年啦，咁完全係成個市場咧都係睇好中國嚟緊嗰個AI 發展以及工業嘅一啲發展。咁所以咧再加埋就係話近期啊中央銀行方面啊以及中國政策上邊咧都係有一個刺激經濟嘅措施啦。咁所以咧資金咧提前出去拍咗去人仔方面咧，令到個人仔上升嘅。咁第二方面咧就係話而家就係話，如果美國繼續有一個叫做經濟衰退啊，甚至乎係有一個經濟回落嘅話咧，唔排除美金亦都會轉去一啲東南亞貨幣，而東南亞貨幣之中最優秀嘅當然而家就係講緊人民幣啦咁樣。咁所以我諗呢段時間都會係令到個人仔有個支撐作用。咁第三咧就係話過往咁多年都係啦，好多時喺春節之前咧，人民幣嗰個需求咧都會提升嘅，咁所以亦都會刺激到咧嗰個人民幣嘅匯價上升。因為最主要嚟講咧即係今年我哋見到咧，中國嘅出口咧都有上升到，咁所以匯兌方面咧，亦都會有所提升。咁匯翻入去中國嘅資金咧，亦都會相對會提升嘅。咁所以我相信暫時嚟講咧，人仔都係屬於偏強。但係你話如果有啲官方嘅説話去打壓嘅話咧，唔排除去做翻一啲少少嘅調整。咁但係幅度亦都唔會太大。
咁如果人仔點行方面，其實好重要都係要睇住美金個走勢啦。美匯指數近日就回穩翻嘅，上翻98水平啦。頭先都提過下一啲即係地緣政局方面啦，包括俄烏方面啦，停火有未有結論啦？北韓又話啦，即係高調要試導彈之類嘅嘢啦。咁其實個地緣政局嘅情況啦，會唔會都幫到下美金可以 keep 到轉強呢？不過年底重點都係等住落下任聯儲局主席嘅人選啦。咁你對於美金嚟緊個反彈力度啊，或者個幅度方面又點預測咧？我相信咧就係話喺年底咧，市場都會開始有結算㗎啦。咁所以可能未來呢幾日裏邊咧，美金方面咧都會有一個企穩甚至乎反彈嘅情況啦。咁第二就係話，如果大家踏入2026年開始咧，都會係即係睇實咧，就係話聯儲局嘅一啲聲明，以及咧就係話下任聯儲局主席嘅人選嘅一啲咁嘅聲音。咁但係依幾方面嚟講咧，未必會刺激到美金有一個大幅反彈。相對嚟講，如果地緣政治繼續緊張嘅話，可能導致到美國方面要出兵嘅話咧，呢個有機會咧就令到資金咧拍翻過去美金嘅。但係如果純粹經濟啊以及貨幣政策去留意嘅話咧，我相信暫時美金咧大家都係偏向睇弱少少。咁啊，始終而家嗰個環球經濟嘅重點咧都係挨重咗喺亞洲，甚至乎以中國為主。咁所以資金啊或者我哋講緊去美元化方面咧，都有機會令到個美金咧繼續維持一個比較偏弱嘅水平。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反彈翻去99甚至乎100呢啲位置咧，亦都唔排除嘅，因為始終我哋講緊出年1月咧開始係睇季結啦，咁資金亦都可能會拍翻過去美金，而令到個美金咧有機會係輕微上升嘅。